面上係冇呢啲咁嘅郵品㗎啦。你喺澳門，你刮勻晒，儲咗嘅就儲咗㗎啦，唔會讓出嚟。見到我買，見到我冇嘅一定買，有嘅我都會買。一枚細細嘅郵票匯聚山水，承載歷史，連結人與人。呢一位集郵迷用40幾年守護郵票社，搜羅時代記憶，方寸之間反映文化與背景。每一張郵票背後都有一段故事，或喜或悲，或平淡或傳奇。今集我哋通過郵品一齊感受生活中嘅溫度，方寸零距離。我就係由1960至62年開始係儲錢嚟買第一隻郵票。咁個郵票咧就係中國一套金魚嘅郵票，其中一枚。咁就當時係4分錢。咁當陣時嗰隻金魚咧，佢設計得好靚，顏色好吸引我。咁望到咁就覺得呢隻郵票好靚喎。咁就問下佢。售貨員嘅話4分錢，咁邊有我哋即係讀書讀小學6年，冇乜經濟噶嘛。咁啊記住之後，由第二日開始唔食2日嘅早餐，2分錢1日。咁啊儲夠4分錢就係買呢隻郵票啦。因為我哋本身係有養金魚噶嘛，鄉下基本上係好平常嘅。咁覺得佢真係〜好靚喎，十足十自己養嗰啲金魚咁樣，個動態顏色咁樣就吸引咗買呢隻郵票。就由呢隻郵票開始咧，自己領悟到原來郵票係一個百科全書，入邊包羅萬有。你想知道呢個地方有咩出產、民生、醫藥、設計或者咩名山大川咁，即係地方名勝咁，全部都喺隻郵票度話俾你知㗎啦。但係集郵咧，其實咧你睇就係郵票一隻，但係佢入邊咧有好多變緊設計啊，點樣郵票嘅配套啊，點樣售賣啊，點樣處理郵票係保存佢啊，咁係一本好深嘅學問，特別是郵票嘅保存，因為我哋南方天氣好容易潮濕、發黃或者黐埋一笪。咁呢啲全部因為你唔係集郵嘅咧，你唔會明白其中入邊咁多學識喺度。當你真係接觸到集郵咧，你就會發覺，你就算一隻郵票飛出嚟，你搣開佢一隻隻，你都要好仔細、好細心咁接個郵票齒孔，然之後慢慢撕開佢，咁樣隻完整嘅郵票。如果你唔識嘅，就搣咪搣崩角，嗰隻郵票咪變得冇用。鍾耀坤自細就中意集郵，佢可能都冇諗過呢一個自細養成嘅興趣會慢慢從收納整理演變成擁有一間屬於自己嘅郵票社。集郵生意咧就係82年開始喺來來商場落成，咁我就喺來來商場一個電梯旁邊嘅壁櫃咁開始做起嘅。92年呢度落成就搬入嚟呢度，因為嗰陣時喺來來喺個壁櫃啊，地方有限，而即係唔可以即係我掃多啲郵票出嚟做大啲範圍咁咯。咁你而家嚟到呢度咧，我就可以將個集郵範圍郵票擴大，我可以做到中港澳台或者全世界嘅郵票。因為呢個地方多啲可以真係要擺要放落去，咁你要揾啲櫃啊嗰啲嘢分門別類，所以基本上你個腦要記好多嘢嘅。全世界嘅郵票，我哋冇電腦嘅，因為我哋都唔識電腦，所以靠個人腦。應該都唔會有老人痴呆嘅。咁我開呢間郵票社咧，當陣時咧就係將我剩餘即係買多咗嘅郵票賣出去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我希望
建立到一個即係自己對自己有信心嘅郵票社，即係我要話俾人知，你嚟幫襯我買件郵品，我保證咗你嘅質量、真實同埋呢個差距唔會太大。我要即係你幫我買件嘢，我要俾翻個信心你，俾翻個即係俾用行動嚟到表示大家公平嘅。咁我做嗰個郵票社咧，就係聯絡翻一班真係有興趣集郵嘅人，一路為佢服務。我哋做郵票，其實就係中介嘅角色啦，因為從中圖微利。嗱，澳門郵政局發行嘅郵票咁啊10蚊俾我哋計嗰啲唔得閒出去排隊或者乜嘢嗰啲要做嘢嘅揾食嘅人，咁我哋計佢就係5毫子，即係10個05，咁啊從中賺取微利，咁啊維持。但係咧就係我哋嘅數量係多咁解啫嘛，即係有班客廣場，咁啊變咗山大斬埋有柴，咁樣就可以都揾到餐食咁咯。嗱，我啲客咧通常咧我都有個快佬一個袋咁同佢裝住啲郵票，咁佢唔得閒出嚟，咁即係咁我同佢一路 keep 佢3幾個月、半年都唔緊要嘅，佢得閒出嚟攞就得㗎啦。佢中意中國郵票、台灣郵票或者係香港郵票咁我就跟住佢個方向一路做。嗱，呢啲係台灣郵，呢啲香港郵票，香港嘅太平星照啊嘛。佢每個顧客咧，佢本身咧集開咩郵票咧，我都已經即係喺晒個腦入邊㗎啦，知道佢哋要啲咩郵票㗎啦。佢哋唔好儲嗰啲郵票咧，國家嘅郵票啊，咁嗰啲咧我都唔會同佢擺落去嘅。郵票嘅主題好寬廣，展現嘅元素亦都好豐富。我哋應該點樣欣賞郵票呢？從佢嘅印刷開始，設計、圖案、構造同埋顏色，咁樣可以從一張郵票之中反映到出嚟。嗱，如果講設計印刷最靚嘅咧，80年代嚟計咧，係法國嘅郵票係最靚，因為佢用雕刻板精工細琢咁印出嚟，嗰啲線條嘅你睇落去好清晰嘅。我哋國內咧就嗰陣時冇條件去做雕刻板，就通常都影寫版印啦。咁影寫版係彩色，比較平面啲咯，冇立體感咯。雕刻板就有個立體感。咁到80年代後，中國有呢套技術咧，先至開始設計到啲雕刻版嘅郵票。嗱，好似80年代嗰隻中國金猴啦，識集郵嘅人都知道㗎啦，佢係一個神話嚟嘅中國郵票。紅底襯金毛，一隻小猴子躍然紙上，集郵界稱佢為金猴。呢一枚郵票係中國郵政喺1980年發行嘅第一套生肖郵品，郵票面值人民幣8分，印刷量有500萬枚。時至今日，呢一枚金猴價值翻咗幾多倍呢？不如我哋一齊估下。2000？我應該3位數嘅啫，淨係我估一張郵票應該唔會去到4位數。3000零可能係嘛？係啊，3000零。一張1萬，差唔多。由8分錢一路咁樣門市3毫子升到16000，咁你諗下嗰個倍數係幾誇張？冇啊！中國發行郵票80年到現在都係以佢為首㗎啦。當陣時梗係買好多啦，因為當日平啊嘛。我哋買一版係港幣15個8，一版有幾多隻啊？80隻。最高峰嘅時喺香港拍係110幾萬喎。一版啊？係啦，呢個係個郵票嘅奇蹟嚟㗎啦，唔係高峰，唔可以講佢高峰，因為高峰未知或者將來再上。但係咧，佢係一個奇蹟嚟嘅。澳門喺回歸之前曾經掀起咗一陣集郵嘅浪潮，
有啲人更加睇準本澳郵品市場，通宵達旦排隊買郵票，然後炒賣獲利。當陣時嘅郵票係有一部分係攞去炒嘅，即係國內有啲人睇中某一種嘢，咁佢計得點條數，咁啊大批買賣，咁我哋從中得益啦。有段時間澳門郵政局曾經出現過啲阿公阿婆喺度排一晚隊，有200-300蚊炒澳門郵票咯。嗰段時間係好瘋狂㗎啦，即係一張觀音面值8蚊，可以炒到300-400蚊、400-500蚊，係唔係長時間，係短短嘅時間，基本上係一個風氣嚟嘅啦，等於炒股票咁、炒地產咁，啲人係瘋狂㗎啦已經。郵票嘅魅力就係喺細小嘅空間之中展現出無限嘅美好。下一節返嚟，我哋繼續感受方寸之間嘅魅力，以及鐘生會點樣延續郵票社嘅風景線。